相信大部分小朋友都希望父母俾佢哋零用錢，可以買嘢食、買玩具。但對家長嚟講，可能都擔心自己嘅小朋友有錢就冇節制咁亂用。到底咩年級嘅小朋友先適合有零用錢？點樣決定俾仔女幾多零用錢？會計師爸爸 Donald 就請教親子理財專家李根博士，了解一下俾小朋友零用錢嘅準則。Donald， 你作為家長有冇俾零用錢你嘅小朋友？你認為幾時先係合適嘅時候俾佢哋零用錢？你又會點樣決定零用錢嘅金額呢？我依家就冇俾零用錢俾小朋友嘅。我初步諗呢，中一嘅時候，因為我諗緊佢有機會喺學校食飯啦，或者出去同朋友有啲社交活動嘅時候，用到錢嘅時候，我先開始俾零用錢俾佢。個金額方面，我可能會俾多少少俾佢嘅，即係譬如每日需要50蚊嘅，咁我可能會俾多40%，大概俾多20蚊俾佢，咁做一個 buffer， 即係 in case 有啲乜嘢嘅緊急嘅事嘅時候，佢可以用到嗰啲錢。咁但係其實我冇乜 idea， 應該一個小朋友應該要幾多零用錢嘅。Edmund， 你認為小學生需唔需要零用錢？有零用錢會唔會令小朋友容易一啲學習自己理財？喺我哋做嘅研究咧，大概升上4年班就開始合適俾零用錢，最遲咧都係升上中一或者中二，就係可能中一俾，其實就唔趕得切嘅。因為點解？如果太遲俾咧，理財方面咧個小朋友學得係遲咗啲㗎啦，咁就唔好嘅。因為我哋成日都講理財咧，你個小朋友掂到錢，佢先懂得理財㗎嘛，就好似游水，你唔落去游水，你點學到嗰地食俾幾多錢咧？就睇下實際嘅需要啦。以依家現在嚟計咧，譬如一個小學4年班嘅小朋友咧，一日俾大概20蚊左右，返學時間係計5日。如果淨係零用錢咧，就係剛剛係大概100蚊。咁當然去到中一可能要俾多少少啦。係爸爸媽媽要買玩具俾你咧，就係佢認為係幾時適合嘅時間，佢就會買俾你，就唔係喺零用錢攞出嚟。因為零用錢咧就係獨立一嚿嘅錢，同搭車同埋食飯嘅錢係應該完全分開。因為如果我哋捆綁晒一齊咧，就非常之混亂嘅，令到小朋友究竟你俾400蚊我一個禮拜，你又話包括買嘢啊、食嘢啊、搭車啊、零用啊、儲錢等等，咁佢喺嚟講佢點處理得到咧？咁所以就我哋一定要分開晒嘅。